TechCanto 第116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Uber 印度建員帶薪淨化追人，薩爾達電影定檔，同金融 AI 備料。Uber 想喺印度搞大工程團隊。Uber 話會喺2027年尾前喺印度開2間工程園區，容納近萬人，方便產品開發同技術團隊擴充。印度工程力好強， Uber 想貼地開發。帶薪淨化器加咗 AI 鏡頭。帶薪推出新無葉淨化風扇，首次加 AI 鏡頭追蹤人，淨化風口跟住你行，喺邊都吹到清新空氣。跟住人吹風，方便但私隱要睇。薩爾達大電影快啦！薩爾達傳說電影定咗4月30日上映，粉絲等到唔耐，想睇任天堂點將經典遊戲搬上大銀幕，期待值爆標，希望唔會爛尾。金融界想用 Agentic AI， 金融公司用 Agentic AI 之前要整好數據同合規，因為監管嚴，資料要準確、安全先可以上線。AI 好強都要守規，數據先係命。科技新聞就咁，記住跟住TechCanto，下集再聽。